画出精彩，先来看花莲这位70多岁的木雕师傅，36岁才学木雕，进前是学校的音乐老师。想袂到这项原本咧弹钢琴的手，摕假使做木雕，予伊真侪创作的灵感。用双手弹琴，眼前无乐谱。 头毛焦白蔡冰勇老师，和这个琴声无受到五线谱的控制，自在弹出心内的旋律。师范学院毕业，教过英文，嘛教过音乐。规规矩矩人生，36岁时，却因为爱上木雕的水，栽入雕刻的世界。都舍不得吃饭，舍不得吃饭，就是要把它做完再吃饭。是，一个有灵感就停袂落来，唔免草稿，电机牙咧都记落去，这无法度后悔。人生70才开始，也过73岁蔡冰勇老师，这世人已经峰回路转几啊摆。我最先都是弹以前古代的名家的曲子，那都是照着书本弹的，照着书本弹，甚至一个音都不能错，一个拍子都不能错，因为创作是很自由的嘛，都是创新的。 所以我在音乐上我也在创新。木雕艺术解放伊的生命，会随心所欲，无什么限制。早期的作品大部分是有非洲的元素，片啊独独，嘴夸夸，特殊而且够野性。非洲的木雕，它非常有变化，非常的生活化，它整个的这个造型都一直千变万化，不一样。我总觉得说，这毕竟是人家遥远的非洲的，不是我们台湾，不是我们身边的东西。 后来，伊将重心放伫花莲在地，为原住民的欣赏发想，泰雅族的侧面、排湾族的八步图，拢变成作品的一部分。细汉的时，时常听人讲的客家俗语嘛有，作品无国界，伊的作品愈来愈多，嘛愈来愈多元。最后，开启将引导变成私人的木雕馆，世界拢会使展览。就可以决定它是哭还是笑。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比较温柔的笑。 掌握着家己人生的节奏，为教英文、弹钢琴到木雕，蔡冰勇的人生也未停，要伫探索各种的可能。